喺香港好多學校，老師都要身兼兩職，既要備課教書，又要負責學校 IT 維護。清晨上課前，李老師就接到教室多媒體網絡中斷嘅電話，第一節課馬上要開始，學生仲等住用設備上課。傳統學校網絡管理真係頭痛，設備分散喺教室、電腦房、圖書館，出咗問題要逐個地方跑。李老師本來要備課改作業，結果好多時間都耗喺 IT 維護上，兼職變成主職，壓力大到唞唔到氣。直到用咗睿捷雲免費網絡管理平台，輕鬆解決咗呢啲難題。唔使安裝複雜軟件，手機、電腦登錄網頁都得，所有課室、功能室嘅設備狀態一目了然，仲有 AI 自動提示故障原因。從前要揾好耐嘅問題，而家幾秒就睇清楚。睿捷雲嘅智能診斷功能好強大，快速分析出網絡故障根源，好似教室投影儀網絡中斷，幾秒就揾到信號干擾問題，仲能一鍵修復。從前花半節課排查嘅問題，而家1分鐘搞掂。李老師終於可以專心教書，唔使再耽誤教學時間。從前就算知道學生瀏覽不良網站，都要逐間教室檢查，逐台電腦設置，費時又難管理。而家有咗睿捷雲嘅 Flow and App Control 功能，幾步操作就能禁止全校教學設備訪問遊戲網站，即時生效，唔使跑現場，輕鬆規範學生上網行為，保障課堂專注度。有咗睿捷雲，李老師從兼職 IT 解放出來，專心做好教書本職。呢個免費嘅雲平台，用 AI 同集中管理幫學校省卻人工成本，仲保障教學順暢運行。選擇睿捷，讓學校網絡管理變得輕鬆簡單。